Hello，大家好。相信不論係同我一樣身處海外嘅香港人，定係喺香港嘅香港人，都一樣咁關心大埔宏福苑呢一場災難啦。呢一場災難，其實我覺得大家最難受嘅係佢並唔係一場天災，而係明顯可見嘅人禍。但係呢一場人禍，如果重新嚟過，有冇機會阻止呢？或者之後仲有冇機會類似嘅情況再出現呢？我覺得大家都係覺得，其實就算重新嚟過，都唔知可以點樣阻止咯。因為呢一個屋苑嘅問題，其實喺呢場火災之前已經有好多居民啦、工程師啦、有啲專家啦，已經向當局反映過啦。有啲人已經試過嗰個抗燃網，其實根本冇任何抗燃嘅作用，應該係膠啦，咁只會助燃。雖然呢一個工程係耗價天億，咁但係當中有冇請符合資格嘅外勞呢？有冇偷工減料呢？嗰啲發泡膠封窗原本係用嚟防爆窗，最後反而變咗助燃嘅物料。有工人吸煙俾人影到，但係佢都係笑笑口。跟住大火嘅時候，警報系統完全係失靈，啲居民都話根本連警鐘都冇響。咁到底係叫啲人可以點樣逃生呢？呢一場大火喺香港呢一種咁密集嘅高樓大廈，加埋佢有嗰個助燃嘅濾網，就好似煙囪效應咁，10分鐘就由地下一路燒到上高樓層，而雲梯係完全去唔到咁高嘅樓層。咁所以如果你喺頭10分鐘落唔到去逃生嘅話，喺上邊其實只可以捱咯，只可以等咯。咁但係消防員喺下邊，大家試想像你孭住咁重嘅 gear，跟住嗰個氧氣筒又咁有時限性，你點樣由地下又唔用得 lift 嘅情況，你點樣由地下行到上20-30樓去救人救火，再帶翻啲人落去呢？即係大家係想像得到成件事有幾咁困難。而我哋呢位市長李家超，佢第一時間出嚟唔係多謝消防員啦，好快佢就話感謝呢個習近平主席嘅高度重視同埋關心。即係呢啲畫面都唔係第一次啦。咁但係喺呢啲咁大嘅災難面前，呢一位嘅市長不特止好遲先出現啦，跟住冇任何好快手嘅應急啦，而係所有嘢都居民自發性咁樣去整個 Excel， 自發性咁樣去攞物資，自發性咁樣去提供一啲住宿去俾啲人去過夜。跟住大家好多人都諗埋事後可以點樣安置啊。即係呢啲嘢喺一個咁無能嘅政府之下，就會導致咗好有自發性嘅居民咯。而呢一個並唔係一個好嘅徵兆咯。對於一個咁國際化、咁 suppose 應該要被管理得好好嘅城市嚟講，係一種好大嘅倒退咯。然之後最慘嘅係，即係你知我知三眼佬都知，但係我哋並冇能力去解決去改善咯。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未來類似嘅事只會繼續發生，或者從頭嚟過，都唔知係邊個位可以介入，邊個位可以阻止到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唔好去用呢一種咁樣嘅非抗熱網，唔好揾發泡膠封窗，或者用一啲合資格嘅勞工。跟住當區呢個區議員啊，叫咩名？個黃碧嬌議員，民建聯嘅，佢當初就有份去支持呢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嘅特別業主大會啦，有份簽名啦。咁但係事後就話我唔係 cover 呢一區嘅，即係基本上呢單嘢唔係我跟開。
事前專家潘焯鴻已經多次就住防火嘅風險向局方了解同埋提醒啦。咁但係勞工處嗰邊係話嗰啲網係只係用嚟防止啲嘢跌落嚟啦。當區即係嗰個地方係冇火災嘅風險，咁所以就唔需要呢個抗燃網。咁即係所有嘢其實都已經警告過啦。咁但係種種嘅疏漏就導致咗呢一場完美嘅風暴。我自己對於火災嘅恐懼係最高嘅，因為我唔知可能大家都會想像唔同嘅離世方式或者唔同嘅酷刑。咁大家俾火辣到少少已經覺得好痛啦，咁更何況係可能俾濃煙焗到或者係活活咁樣燒死，係幾咁恐怖無奈嘅一件事。當年嘉利大火嘅嗰張新聞圖片，或者911啲人不敵高溫而跳樓嘅畫面，大家都歷歷在目啦。咁所以有些微同理心、想像力、共情能力嘅人，其實都會覺得好心痛咯。即使係執返條命啦，幸存落嚟嘅人，其實好多都係老人家啦，或者拼搏咗一生香港人嘅目標，置業安居，可能已經想裝修完之後好好退休，享受埋剩返嘅日子。咁但係一場咁樣嘅人禍嘅火就奪去咗呢一班人嘅一切。即使係執返條命，佢哋之後要面對點樣被安置，所有嘅回憶都被焚燒盡毀。或者佢嘅寵物過咗身，或者佢嘅屋企人過咗身，呢一切如果要談賠償嘅話，係可以由邊度去談起呢？咁呢一切嘅種種都係令人非常之心痛同埋無力咯。我諗大家都係充滿住無力感。而隨住可能往後過咗幾個月之後，呢個捐款嘅數字啦，或者幫忙嘅熱情啦，就會減退。咁到時政府會唔會繼續好有心去幫呢班人呢？保險公司會賠到幾多呢？佢哋嘅求職啊、工作上啊，有冇受到好大嘅影響？仲有冇人幫佢當佢哋係受災嘅居民呢？呢一切過幾個月之後都要再睇下個情況係被跟進成點。呢一場人禍之下，唯一帶嚟嘅光輝，絕對係冒住生命危險衝入火場嘅消防員啦。我睇到一啲佢哋第一視覺嘅影片，入到火場嗰個恐怖嘅感覺，係真係覺得佢哋份工非常之違反人性。即係正常人見到咁大火，一定係會本能地離開啦。咁但係佢哋係每一次返工都係冒住生命危險，違抗自己嘅本能，衝入去救火。其實真係一件好偉大嘅事啊！即使係醫生，佢都唔需要每次返工都冒住生命危險啦。警察好多時候都唔需要冒住生命危險啦。咁但係消防員基本上每一次嘅呢一種救援嘅行動都真係冒住好大嘅生命危險，喺漆黑一片之中，唔知道幾時會有嘢跌落嚟，唔知道燒到幾時會冧埋，唔知道走唔走得返出去。其實真係一件好值得敬佩嘅事。今次暫時呢位殉職嘅消防員都好後生啦，只有37歲，亦都透過社交媒體見到佢同拍咗拖好耐嘅女朋友，其實話準備結婚啦，但係因為一次嘅出勤返工，就冇咗佢嘅一生。每次發生呢一種嘅災難啦，雖然呢次係人禍啦，都係會諗到底上天係點樣，即係如果有神或者有上天，到底佢係點樣挑選邊啲人生存落去，邊啲人離開呢？如果係佛教嘅話，會唔會有啲人已經修行去到一個水平，咁所以就俾佢哋踏入圓寂，可能要向下一個目標出發呢？如果係天父嘅話，有啲人又覺得可能佢哋已經做夠好事，要快啲返返去主耶穌嘅身邊。
呢一切，我覺得可能好大程度都係人嘅自圓其說啦。但係其實我哋就同西西弗斯一樣，我哋必須要為呢一啲無妄之災尋找一啲解釋咯。如果唔係，人類嘅生存好容易失去方向，會覺得一切都唔 make sense。但其實極有可能，人類嘅生存本身就係毫無意義，亦都係毫無邏輯可言，只係我哋需要將佢賦予一啲意義同埋邏輯，我哋先至可以生存到落去。事後我見到 Threads 有一個大陸人啦，咁佢發表感想話見到嗰啲博米，即係啲居民嘅訪問，佢覺得好詫異啦，因為佢知道大陸係唔會有呢一種嘅採訪。我自己睇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我哋香港依然都係有一啲嘢係大陸人不能夠想像嘅，即係呢啲咁基本嘅採訪喺大陸係絕對會被阻撓啦，係唔會第一時間出到呢啲訪問，一定係經過彩排啦，或者係經過好多嘢修輯啦，亦都就算拍咗電視台都未必會俾出街，一定會經過審批。特別係一啲質疑嘅聲音啦，所以我覺得今次譬如 TVB 訪問嗰個在研網嗰個專家，我都覺得係一啲震驚嘅，即係估唔到都仲夠膽出呢一種嘅訪問。如果以前蘋果日報調查組仲喺度啦，或者係其他嘅立場新聞啦，其他嘅媒體啦，如果嗰一班好有心、好有熱情、好有知識能力嘅調查組記者仲喺度，可能就住一啲圍標嘅事件，可能就住呢啲工程嘅問題，包括以前話螺絲短樁等等嘅問題，可能一早浮上水面而得以及早去阻止。咁但係而家一切都冇如果啦，我哋而家亦都冇咗好多以前嘅媒體，咁所以而家剩翻嘅包括東張西望啦，包括獨媒啦，包括好多仲好有心做落去嘅記者啦，其實都係要好好珍惜，亦都珍惜你接受訪問嘅時候嘅機會啦。電視台仲俾呢啲訪問出街嘅機會，因為真係唔知道幾時會同中國嘅情況一模一樣。呢一種慢慢改變嘅情況可以喺一瞬間，亦都可以係一個好溫水煮蛙好慢嘅過程。但係當你有一日變成嗰一個大陸人，會好詫異，呢啲報道都可以出街，好難以想象，就係香港正式變成中國一個城市，失去咗國際地位嘅時候咯。其實離開咗香港嘅人，可能真係逃兵啦，即係我都覺得係逃離一個自己頂唔順嘅地方，一個已經改變咗好多嘅地方。我哋可以喺網絡發聲啦，令到更加多海外嘅朋友知悉呢一件事。咁但係喺一個咁大咁無情嘅國家機器推動之下，好多嘢都係好無力啦。到最後嘅總結就係，唯一可以做嘅，之前喺極權如何生活都有講過，就係做好你自己嘅專業啦。即係不論係工程師、醫生，所有各行各業，其實如果每個人都有做好佢哋屬於自己嘅專業，因為外行人係唔知噶嘛。但係如果你哋有把握好自己每一次有少少權力去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咁一點一滴之下，呢個社會都會減慢佢被磨蝕個制度嘅速度咯。最後我仲有一種諗法，就係以前韓國嘅世越號都出現過船長宣布開咪叫大家留喺原地唔好亂跑等待救援啦。咁但係到最後游咗出去嘅學生獲救，而乖乖地留喺原位嘅學生就好多浸死咗。我絕對唔係話大家覺得消防員叫啲人等死，只係我覺得好多時候求生本能係真係一瞬間嘅，冇人可以代你去決定嗰一刻做啲咩啦。但我自己覺得
有機會走嘅時候，當然走啦。好多人話可能落到去先見到濃煙密布，咁所以我會想象啦，如果大家都可以買一啲 fire blanket，一啲防火氈，買大張啲，可能會幫助自己逃生嘅時候有勇氣穿出個火場，可能閉氣穿出個火場，而唔需要留喺屋企等待救援咯。我覺得一定要買啲防火嘅裝備擺喺屋企，以防不時之需。相信自己嘅求生本能啦，唔好太過盲目相信權威，因為當下只有你可以為自己做最好嘅決定。隨住而家場火嘅救熄，希望死傷者嘅人數可以減少啦，希望大家嘅心情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平復，希望到最後係有應該負責嘅人會受到佢嘅後果。但如果一切都未能如願嘅話，都希望大家好好活着啊！生存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不論喺任何地方。係啊，希望大家盡早啦。